1983年嘅時候，我擔任香港大學學生會副會長嘅時候，當時嘅港大學生會發表咗一份係港大民主自治嘅意見書。到而家足足30年，30年之後，兩個普選仍然遙遙無期。港人對於政制同埋社會現狀嘅不滿已經一次又一次咁樣爆發出嚟。而家睇下幾時到達臨界點，要人民由下而上不惜抱住同政府死過嘅決心嚟到係奪取政制同埋選舉方案嘅話語權。唔單止係同政府死過，其實亦都係同自己死過。呢個實在係令人無奈，亦都要慨嘆嘅一種嘅情況。點解我哋由一個殖民地統治嘅香港，進而到而家回歸咗祖國嘅特區，民主普選竟然仍然係咁遙不可及，寸步難行呢？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必須盡量減少，以致全面取消功能組別嘅議席，取消分組點票，並且不遲於2020年取消所有嘅功能界別嘅議席。立法會所有嘅議席嘅選舉嘅提名權、參選權同埋投票權都應該符合國際公認嘅普及而平等嘅原則。2017年嘅行政長官嘅選舉提名嘅門檻必須要低，程序必須要民主同埋公平，而且係全港市民以一人一票嘅方式選出行政長官。我哋好多時候都會希望我哋有和諧嘅社會。我哋好多時候話要避免紛爭，但係如果我哋要喺一個唔平等嘅基礎上面去達至和諧，去消滅紛爭嘅話，其實呢個係緣木求魚，係冇辦法可以做得到。作為一個現代化嘅社會，我哋喺商業上面，我哋必須要追求平等、公平、公道。我哋喺政治上面，其實亦都一樣要係咁樣。所以雙普選嘅問題，其實係我哋要解決我哋整個社會嘅問題。